但是对着当地人来讲，迄是超过50万以上的家庭的破碎甲伤害。伫这当中所估计，上少会有超过100万的囡仔，因若毋是失去老爸，就是失去爸母，还是失去母亲。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伤害。那么伫这当中上界大的伤害是安怎会造成？是因为人无忠心伫建造的事上。土耳其扣地动税已经扣要到20年。但是所扣到的税金，并无用伫建筑顶面的保护加强，甚至伫这10几年来所起厝的时阵，偷工减料乌西，直到伫这10几年所新起的厝，伫地洞内底也1万年久，完全拢总放弃。所以求上帝使阮人民赦免帮助咱，互咱无论伫倒位。伫任何倒一个角色内底，咱拢是会当成做一个忠心有建设，并且是正直伫上帝面前，互上帝欢喜的百姓。所以上面咱为着土耳其来祈祷，上面也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互咱会当成做正直、尽职分、忠心伫上帝面前的百姓。也感谢上帝存留咱的活命，会当成做正人的祝福。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圣哉，圣哉，全能的主，阮的上帝，你的疼，你的恩典，甲阮三甲同在，过去到伫如今，祝你来保守引带阮。上帝，阮伫你的面前诚侪何等的人，伫你所照顾的日子内面，阮会通得到活命的存留，直到如今。祝你甲阮讲。你存留阮的性命，为着要伫阮的身上显明你的荣光；又搁讲，你存留阮的性命，为着要互阮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别人的欢喜，也别人的安慰甲鼓励。所以，阮的主、阮的上帝，你伫阮的身上所成就的何等的罪，阮仰望你的疼，直到如今得到你的照顾。虽然有时阮也软弱，总是上帝你怜悯阮。直到如今，你互阮经验到，你是以便以谢的主上帝，你的疼痛怜悯无止线，总是要甲阮带倒转来伫你的身边。阮的上帝，阮的主，伫这一届的叙利亚土耳其的大地震，阮伫其中看到，并毋是因比阮搁较有罪，主耶稣，你有甲阮讲，阮若是无有悔改，阮也亲像安尼来灭无。所以，阮伫你的面前，存着敬虔、敬兄，并且对主你来领受的安慰，互阮会通离开所行的歹，互阮进入伫你的正直，互阮伫你的照顾的下面，阮的生命受存留的时，主恳求你圣灵亲自强力介入阮的活命，互阮会通成做一个圣洁、合乎上帝你所路用的百姓。阮也仰望你继续扶持、坚固阮的心，坚固阮对你的信，互阮伫歹的事上做婴仔，互阮伫上帝你的忠心、正直、公义内底，成做大人，通互阮做代志、做人，会通对得起呼召阮的主、阮的上帝。主感谢你对着阮的疼痛，继续保守、引带阮，互阮伫你的疼内底。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接下来，咱来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感谢上帝，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你是一个准时的人，甲伊讲，有你实在真好，甲伊讲。感谢上帝，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来祈祷，也为着咱的兄弟姊妹，为着咱的教会，通精心来祈祷。真奇妙的一个代志，就是咱若去上班的时阵吼，咱拢真烦恼迟到。若来敬拜上帝的时阵，改成气氛就无啥相像。所以咱求主帮助咱，互咱教会当更新，互咱真正欢喜来到伫主的面前，享受兄弟姊妹彼此肢体的疼痛甲照顾，也享受上帝对着咱赏赐，互咱上帝要赏赐咱一个完整的祝福。总是呢，求主帮助咱，互咱看会到，
毋是干那讲我干那即部分、迄部分、迄部分安尼就好，因为上帝要赏赐互咱一个完整的祝福。为着咱家己来感谢，也为着咱兄弟姊妹来守望、来祈祷，互教会伫2023年会当更新起来，会当成做一个享受完整祝福、上帝恩典的正百姓。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甲阮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主，你所赏赐我阮是遐尼济、遐尼大、遐尼恩典的疼痛。阮今日伫主你的面前，诚侪何等的人。你要继续保守帮助阮，主啊，是，互阮的心会当真正是甲你愈来愈相连。上帝，你互阮是一个完整的祝福，是一个欢喜的疼痛。主，阮感谢你所赏赐阮亲爱姊兄弟姊妹伫你的疼内底，安尼诚侪一个守望的百姓，诚侪一个分享关怀的百姓。主，这是你的教会。主，阮伫咧听初代教会怎样彼此相听，互相照顾关心。今日阮也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听，帮助阮加添阮的心神气力，互阮真正会晓彼此相听，互相照顾，甲阮的兄弟姊妹集体同齐彼此分享伫上帝国内底的关怀。迄份的听，就是对上帝你所来的听。帮助阮，互阮伫主你所赐福阮的日子，阮就是会当安尼伫真正去关怀、真实来互相照顾。上帝啊，互阮会当伫你的听内底，甲你三甲同心，也伫这个同心的过程内底，主阮就会当享受上帝国内的权柄。迄个权柄内底有听、有关怀、有扶持、有建造。互上帝你的教会、你的正义路。伫对着年日经过的时阵，主，阮的内心一天比一天更较老练，一天比一天更较完美。伫上帝你的面前得你的欢喜，也伫众人的面前当中展现上帝你的荣光、你权能的同在，叫人看到阮的时阵，因就羡慕阮，就亲像阮羡慕基督共款。同心伫主的面前恳求，主，你今仔日搁再一届。临到你正百姓的心灵，祝福伫今仔日的礼拜，互今仔日的礼拜会通诚侪合一、欢喜、敬拜的日子，诚侪芳芳的祭献予天父上帝。愿主你成就伫阮当中，听阮的恳求，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下面的时间，请明传兄来报告。有开啊！大家平安，平安。消息报告：今仔日下晡1点至2点，圣文结束将伫本会1楼大会堂分享，用手机 App 制作 YouTube 小。短影片传播福音，实作的课程，欢迎兄弟参加。第二，学生奖学金已经开始申请，要申请的请接扫尾传到。第三，2月25拜六早起9点半。请小西门里社区关怀据点的志工，伫小西门里活动中心，社区祭坛10点半召开112年度第一次志工会议。第四，3月7日礼拜三早起9点30分，112-112年度创龄健康沙龙第1季开课，地点伫小西门里活动中心，老师是吴宇宏老师，欢迎有兴趣的兄弟、新学员向文官团队报名参加。第五，3月份城市祭坛的日期更改做3月7日，请各小组留意时间安排聚会。
并邀请兄弟踊跃参加第6圣教会年度总会大会，3月11、12伫苗栗西湖度假村举行。南部教区春季大会定伫3月19，伫咱安乐圣教会举行。今年是3年一届的选举年，敬请为总会以及教区各样选举守望祈祷。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来有吼补充报告来好。来，迄个教会要成立新的提前敬拜团哦，敬邀请苏玉忠老师来指导。上课的时间是礼拜6下晡4点半到6点，费用是1堂300块。一届缴费是交1200块，因为是团课，那缺席的时阵就无补课嘛，无退费。报名若达到4位，就会当开课。所以无分少年老的拢会当相甲做伙，或者是其他教会正兄弟姊妹因要做伙来参加，拢欢迎来报名。若有其他的问题，请甲牧师娘来接谈。了，搁另外一个代志就是咱王文峰执事又奉献一寡即个草莓伫后壁迄个所草莓的材啊，所以呢细丛的一丛是100块，大丛的一丛是200块。是要奉献互城安圣教会做建堂的基金的，所以伫散会了后，咱会当到伫礼拜堂的外口，会当同齐伫迄个所在来选买，当求上帝帮助咱，伫这个事上逐人尽一小份的快乐，也会当成做大大的祝福。感谢各位，谢谢。我们同工能够预备把那个草莓放到外面去好吗？下课再下，我已经跟他说下课再弄了。对，然后，迄个要安怎栽种的问题要甲伊保持，甲会当生，布甲会当生咱要干红子的，一共用捆的，然后放在那个土的下面，不要直接用得很湿，那个爱晒太阳倒过草莓树，叫草莓族越怎样草莓族就很细心呵护嘛有问题再。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所创造万物拢要欢喜来感谢咱的主。俄勒敬拜何塞伊，请咱起立，甲上帝拍拍啊！欢喜因来到咱的当中，要说咱的主，接受咱的敬拜。也为着线上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欢迎，预备整齐在主的面前，向他来称谢和赞美。华语来唱。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奇异恩典领导我，让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打理，让我全心全意赞美你。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领导我，让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打理，让我全心全意赞美你。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奇异恩典领导我，让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打
恩典，奇异恩典领导我，让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咱做伙来感谢俄勒，开声来应上者俄勒，俄勒以后遐的一切的丰盛平安，请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啊，谢谢你配得大赞美。神啊，谢谢你在这里与你的百姓同住，应许以马内利的上帝就在这里，接受我们的敬拜称谢。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当我们心向你敞开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赞美你，赞美你！我们一起来唱。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奇异恩典领导我，让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让我全心全意赞美你。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我可以呼吸到圣洁的空气，因为你宝座在这里，奇异恩典领导我，让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让我全心全意赞美你，奇异恩典领导我，让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让我全心全意赞美你，奇异恩典领导我，让我来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将荣耀都归你，所有重担全脱落，我重新得力，当我全心全意赞美你，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兄弟，咱喺会中，咱就肃穆敬畏伊。我每天的殿中，阿勒敬拜请下所生的恩典，小亮的主爱，疏散的眼光，敬拜高原湾，亚索亚索，献给犹大，亚索亚索，一生敬拜你。我每天的殿中，阿勒敬拜请下所生的恩典，照亮的主爱，疏散的眼光，敬拜高原湾，亚索亚索，献给犹大，亚
仰望你的影面，听从你的声音，我的主来面。耶稣，耶稣，耶稣，圣洁的幽谷，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我要点你殿中，要了敬拜称谢，做生你恩典。照亮你的主爱，诉说你的荣光，敬拜到永远。耶稣，耶稣，圣洁的幽谷，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让你殿中之日，太阳包围千里，心河定甘地啊！仰望你的影面，听从你的声音，我的主来临。耶稣，耶稣，圣洁的幽谷，耶稣，耶稣，一生敬拜耶稣，耶稣，耶稣，圣洁的幽谷，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耶稣，耶稣，耶稣，圣洁的幽谷，耶稣，耶稣，一生。咱真灭伫主的面前，咱真灭伫主的面前。耶稣，我要甲你做伙，我若伫厝里内面，你也要伫阮的内面，互阮真做有结果子快乐的人，因为树枝常常黏伫你的内面，阮就会当得结果子。耶稣，圣洁的君王，羊羔，阮来敬拜你。我要点你殿中，阿勒敬拜称谢，求生你恩典，照亮你的主爱，诉说你的荣光，敬拜到永远。耶稣，耶稣，圣洁的幽谷，
一生敬拜你。主，你先来听比阮对诗歌来面对你的祈祷，一生敬拜你。我来求你，互阮一个较无你话语的心，亲像葡萄树，亲像枝要黏伫葡萄树，伫你的灌压，得到你的养分的供应。我无有一个人会当靠着家己，多多甲你连做伙。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连做的模样。我心愿甲你拿来拿亲像，Amen。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连做的模样。我情愿甲你拿来拿亲像，深深地常常靠你为你，那就在你的嘴边，是条可以为为你，深深地带我更加的爱你，听了你的话真实，是条可以归回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连做的模样。我情愿甲你拿来拿亲像，亲像我爱主。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连做的模样。我情愿甲你拿来拿亲像，深深地带常常靠你为你，那就在你的嘴边，是条可以归回你，深深地带我更加的爱你，听了你的话真实，是条可以归回你，深深地带常常靠你为你，那就在你的嘴边，是条可以归回你，深深地带我更加的爱你，听着你话语，听了你的话真实，是条可以归回你，听了你的话真实。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
因为你将着阮塑造诚侪葡萄的树枝，祝你应允阮，互阮会通对着刺皮变做葡萄树，又搁对着野葡萄变做美好的葡萄。主，阮要感谢你对阮生命的捏造，阮仰望你的听，照你的应允，恳求你将阮救活起来，互阮无搁活伫罪恶当中，无搁伫罪恶当中沉沦，乃是互阮换到溪水边，接连伫上帝你的心上，照着主你所应允的，因为阮有你的话语遵守，阮定定甲你相同行，阮就对你来得到营养分，会当结果子。主也因为你的听，所以你就将阮身上遐无下你的物件，无下你的基，对安尼甲伊修剪掉去，互主你所欢喜的，阮会当结果子拿济。阮感谢上帝你的听通，你是主应活的主，你是上帝监察人的心肠肺腑，要照着人手中的纯正来报答予伊，予伊会当活伫你的面前，予伊会当亲像树栽伫溪水边，予伊会当亲像公义的日头发出光辉。感谢上帝你的听通，将一切颂赞恶乐归予你，愿你的旨意得成伫阮的心上。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甲用主教示来祈祷，同心来祈祷，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息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得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请坐。所以咱来上读启应文。第8篇。OK， 现在来用和三甲来。地甲其中充满的，世界甲建立其中的，拢属耶和华。伊甲地建立伫海上，安定伫大水之上。什么人会当定耶和华的山呢？什么人徛伫伊的圣所？就是手洁心清，无放虚假、懒散、起誓无怀诡诈的人。伊必望耶和华赐福，国望救伊的上帝，互伊正义。众城门啊，恁着爱举起头来。应叫的门户，恁爱受举起。迄个应邀的王将要入来。应邀的王是几水呢？就是有力有灵的耶和华，伫战场上有灵的耶和华。众城门啊，恁着爱举起头来。有叫的门户，恁爱受举起。迄应邀的王将要入来。啊，应邀的王是几水呢？万军的耶和华，伊是应邀的王。阿门。这叫请牧师正道。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咱来看周报第4面，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6章60到28节。
虽然有聊较长一寡，总是咱同齐来上读，请。圣灵既然禁止因伫亚细亚讲道，因就经过弗鲁加、加列太一地所在，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因想要往伯推尼去，耶稣的灵却无应允，因就搬过美西亚，落到特罗亚去。伫暗暝有异象显予保罗，有一个马其顿的人徛伫来求伊讲，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阮。保罗既然看见这异象，阮就随时想要往马其顿去，掠做上帝调阮传福音予遐里的人听。对安尼就对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列。第二日到了尼阿波利，对遐里来到菲律比，就是马其顿这个所在头第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阮伫来到菲律比。带了几工，当安歇日，阮出城门，到了河边，知影遐里有一个祈祷的所在，阮就坐落来，对遐聚会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人，妇人人，名叫律底亚，是推雅推列城的人，素来敬拜上帝。伊听见了，主就开导伊的心。互伊斟酌听保罗所讲的话，伊甲伊一家既然领了洗，就求阮讲：若恁掠做我是真正信主的，请到我到厝里来住，对安尼强留阮。后来阮就往迄个祈祷的所在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伊受恶鬼所附，用法术互伊的主人大得财利。伊跟对保罗甲阮。话着讲，这个人是至关上帝的奴仆，对恁传讲救人的道。伊一连坐日安尼话叫，保罗心中厌烦，决转身对迄个鬼讲：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对伊的身上出来。迄个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看到得利的指望无了，就扣掉保罗甲西列。诱因到市上去见首领，又搁带着官长面前讲：这个人原是犹太人，竟然扰乱咱的城，传咱罗马人所袂当受、袂当行的规矩，众人就同齐起来攻击因。官长吩咐拔了因的衣裳，用棍仔拍了真济棍，就将因落伫家里，吩咐禁足，将因看守。禁卒领了这个命，就将因落伫监狱内面，两骹上了木铬。大概伫半暝，保罗甲西列祈祷，唱诗学了上帝。正受犯也暗耳来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家落的地基拢摇动了，家门立刻全开，正受犯的锁链也拢松开，禁卒一醒。看见家门全开，掠做受犯已经逃走，就背倒要自杀。保罗大声喊叫讲：毋通伤害家己，阮拢伫遮。阿门。搁再一届阿头来祈祷，主求你对阮讲：毋通伤害家己，我伫遮。上帝，你会听甲阮同在，保守引带阮，互阮会通。诚做你的儿女，既然诚做你的儿女，互阮会通学习，互阮会通斟酌，互阮会通听到上帝你的声音，陪伴阮，引带阮，教示阮，赐恩互阮，路用阮。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圣灵伫每一个所在所做的工课拢无共款，真侪人伫伊的日子内底会感觉圣灵甲人三角徛起，就是互人凡事拢顺遂。敢真正是安尼？今仔日咱要三角做伙对使徒行传内底来看，上帝用另外一款的方式在引带伊的百姓。这款的服侍内底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禁止是上帝做代志的方法之一。
就亲像咱会甲咱的囡仔讲，毋通去耍火，会讲甲咱的囡仔讲，毋通讲白贼，毋通是非常的重要。有的时阵，咱检彩会伫迄个所在讲是安怎毋通。亲爱兄弟姊妹，咱斟酌想一项代志，究竟上帝是甲咱讲你会当做这的代志，还是上帝甲咱讲做毋通做这的代志？剩的代志你拢会当做，倒一项较容易？一定是上帝甲咱讲，即几项你莫做，剩的你拢会当做，安尼是较自由吧？还是上帝爱一项甲你讲，上帝讲着你才会当做，啊无讲着你拢袂当做，倒一项会较容易？所以咱斟酌去想这个代志，禁止是上帝做代志的方法。10条诫内底，上帝甲咱讲，对第6条开始，毋通杀人。后壁第一个所在甲咱讲毋通，但是头前5条对头到尾拢甲咱讲爱敬拜上帝，了爱孝敬父母，爱敬拜上帝，所以毋通去克掉偶像，因为上帝只有一位。所以圣经内底对着咱的提醒，禁止是上帝做代志的方法。那么伫当中，咱会通看见圣灵禁止因伫每西亚讲道，那么耶稣的灵无允准因伫庇推尼的所在来讲道。咱看这个地图的时阵，大概通了解。那么原本因是伫这个所在，这是耶路撒冷伫上界南平面这个所在。了撒玛利亚福音对着这个所在一直出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了到北边的撒玛利亚，因就对着这个所在一直起来，了来到安提阿，已经到伫外邦的城邑。以后的时阵，因继续往着这个所在一直行，行过这个所在。总是来到遮的时阵，咱会通看见，因来到了亚细亚这个所在，因往着西平面一直行，这边是东边，这边北边，这边是西平面，因就往着这个所在一直行。当因行到这所在的时阵，圣灵伫这个所在禁止因伫这个所在继续讲道，所以因就滑倒过来，想讲往着东平面来行。结果上帝耶稣基督灵嘛无允准因伫这个所在。若安尼，因无想往东平，无因着往着北平来到一个往着东平面为着西平面继续过来。但是伫迄个所在嘛，毋是因就讲安尼，无继续来往着庇推尼，往着北平去。总是伫这个所在，圣经讲耶稣基督的灵确实无应允。真侪人对着耶稣的灵甲圣灵有一寡的无相像的看法，有一寡人认为讲耶稣的灵就是圣灵。无论咱怎样来讲呢，那么呢有一个解说的方法，我感觉不止真有意思。我毋是讲伊是绝对的解说的方法，但是我讲伊的解说真有意思。伊讲。圣灵甲耶稣基督的灵是安怎？伫即个时阵特别会讲到耶稣基督的灵呢？因为圣灵过去的时阵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面上，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所以伊知影咱会想办法。人的想法会想讲：我若无食，我就对食；我若无食，我就对食；若无我就对。所以其实是东边、西边、北边拢试过啊。因为南边是海嘛，所以因就无位遮过来。伫遮的时阵，那安尼咱家看的时阵，遮是东西南北4个面拢总已经过去。咱人容易会想到咱的方法，照咱的方法去做代志。但是耶稣基督讲毋是。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地面上的时阵，伊毋是安尼做代志的，毋是凭着伊过去的经验咧做代志。当东西南北边的时阵，耶稣基督的灵伫个所在，甲因主动是安怎？耶稣基督伫个所在来主动这个代志呢？圣灵敢敢通过顺势来引带人吗？毋是。上帝真济时阵是用毋通、袂当、毋准来引带咱人。伫咱拄着代志无顺势的时阵，究竟咱是安怎样去面对？咱着真正真认真、真拍拼，甚至有的时阵，咱着哭撞甲咱伫迄个所在，到底毋知影。咱伫迄个所在，有的时阵，咱嘛会有一款的感慨，安尼做甲流汗，嫌甲流烂，到底无你是爱我安怎样做？
伫咱的心中的想法到底是啥？以赛亚书伫迄个所在讲，主耶和华上帝对咱讲，当咱伫迄个所在遭遇困难，甚至国家遭遇患难的时阵，咱应该上该大声爱做的是啥物代志？咱三甲做来读以赛亚书30章15、16，请。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捌安尼讲：恁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恁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恁竟然唔肯。咱有斟酌注意到这样代志无？上帝是咱的倚靠，耶和华上帝甲咱讲，倒转来伫伊的内面，伊会互咱安息。耶和华上帝甲咱讲，甲你的心恬静落来。但是以色列人历史内底甲咱讲，真侪时阵，咱拢总是会拍拼，咱拢总是会想咱家己的方法。咱真侪时阵是真容易做一个代志，就是当代志拢总做过啊，想甲拢总无办法啦。啊，无咱来祈祷看卖啊咧，有无？但是实际上，圣经的原则是啥？咱大声来祈祷，上帝就引带咱去做这项代志，做迄项代志。咱有斟酌注意到迄个顺序无？所以，是安怎咱的生活会真袂平安？是安怎咱会真侪困难、真侪扰乱、真侪时阵，是因为咱甲迄个顺序排了毋对。咱总是真意爱照咱家己的方法去做，但是圣经内底甲咱讲，毋是先倒转来。耶稣基督的灵，伊是安怎处理这个代志呢？马太福音26章39节到44节。讲到耶稣基督的灵来到这个地面上，头先当伊伫克西马尼园，当伊面对十字架的刑罚，要替人来担罪的时阵，伊是安怎样啊来面对这样代志？头先伊伫迄个所在心肝真艰苦，咱若毋知吼，就袂要紧。咱若知有的时阵啊，有真侪烦恼。比如讲，我明仔载要手术心脏。结果的时阵啊，今仔日好拄好毋拄好，佮看到病院内底有一个人的心脏退起来，用叶克膜活了足久。结果呢，今仔日拄好巧伊。你看我明仔载烦恼啊未？我一定烦恼，一定讲哪？明仔载要安怎？啊，结果的时阵哦，佮再来，明仔载要坐无人机。结果今仔日讲一台无人机摔落来，毋知拢无要紧啦。啊，若一个知的时阵啊。心肝就会吊达不安。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替人担罪，迄个刑罚，顶礼拜牧师讲过。你知影耶稣基督受钉伫十字架，迄个苦难，咱的画图内底拢会甲耶稣基督各有一块布甲伊压咧。但是实际上，罗马皇帝、罗马帝国咧钉十字架的人，伊的身躯是无半截视线伫顶悬，所以迄是一个真大的见象。基督要面对这个代志，伊是上帝的囝，但为你为我，伊若无上十字架，咱的罪到呾也搁伫咧。但是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讲。圣经记录讲，爸上帝若是会当，拜托你将这个杯甲伊刷开，将这样代志刷开，总是毋通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圣经佫讲，第二届又佫去祈祷，伊讲我的爸，即使这个杯若袂当离开我，我真正爱啉，那安尼我就愿意照你的旨意来行。了后来到第3摆，伊祈祷讲，圣经伫这个所在讲的话甲早前同款，但是甲早前同款是啥？是讲即句，还是讲即句？咱斟酌看耶稣基督的祈祷哦，伊讲啥？第一，毋通；第一，若是会当刷开；第二届讲啥？若是我爱啉。头先是刷开，第3届是啥？那我爱，第二届是讲那我爱啉，那呢第3届甲大进前同款，甲进前同款，即句话是讲意思甲进前加强落去。安尼第3句的话的祈祷是啥？上帝啊，我
愿意承受这个苦楚。亲爱兄弟姊妹，顺探上帝旨意，无一定拢是咱感觉欢喜的；圣灵的引带，也无一定互咱感觉拢总是顺遂的。是安怎？今仔日，咱的人生一直咧求上帝，互我顺遂，互我顺遂。上帝会互咱顺遂，但是迄个顺遂无一定是照着咱的意思。咱看《使徒行传》内底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号做保罗，伊伫迄个所在讲，当伊来到伫迄个所在，伊要离开一个城去到耶路撒冷的时阵，有一个先知来就摕掉保罗的腰带。捆伫家己的骹手，讲圣灵讲犹太人要伫耶路撒冷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就是保罗，所以伫迄个时阵因就伫遐拢考劝保罗讲：你唔通去耶路撒冷。但是圣灵真清楚甲保罗讲：你着爱去。总是伫迄个时阵，咱人会感情得，咱会唔甘，咱会伫迄个所在讲你唔通做这个代志，你莫去，你着明明知影迄个所在有苦难，你是安怎阁要去咧？总是保罗讲：你啥事安尼痛苦哀哭，互我的心碎去呢？咱来读保罗伊所回答的话，来。恁为虾米安尼痛哭，互我的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互人捆绑，就是死伫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亲爱兄弟姊妹，当圣灵引带咱的时阵，咱敢有真正愿意？咱真正有看上帝的旨意赢过咱的心愿？信耶稣基督究竟是成就我的成功、名声、地位，也是伫成就我的名声、地位，甚至我伫丧乡的时阵，上帝拢会当录用你、录用我。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明白这个代志。真侪人的祈祷是求主为我来改变伊的心意。上帝啊，你是安怎互我做孽杀路呢？我一世人拢遮尔啊艰苦，我一世人拢咧做乞食，总是迄个好野人，我逐工拢爱互人。甲伊囥伫因兜的桌骹，捡伊顶悬落落来的物件。上帝，我无朋友，我敢若有遐流浪狗来我的身躯舔我的粒仔。上帝，你敢会无互我变好嘢？孽撒路一世人相信上帝，一世人做乞食。但是耶稣基督却是用孽撒路一世人的忠心来对比好业，若互咱离开上帝，倒不如善者有上帝的同在。身为上帝儿女的祈祷，一个真正属上帝儿女，咱的心思意念若成熟到一个地步，咱的祈祷应该是求主互我为你来改变我的心意。这是完全无同款的。当咱伫牧师带咱做伙祈祷了的时阵，
咱同齐用主驾驶咱的祈祷。咱一开始的时阵祈祷就讲，阮伫天的爸。如果伊若真正是爸，咱敢毋是应该听伊的话？如果伊的名真正是圣、独一无二的，那咱祈祷上帝你的管理，你的能力临到阮，伊的旨意是好，所以咱祈祷讲，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里。咱敢有真正迄个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上帝旨意伫天国是无受哪走。上帝旨意伫地面上，确实真容易受哪走。上帝讲着圣洁，上帝讲着安静，上帝讲着倒转来到我面前，总是咱真容易离开伊，无听伊的话，世界酷酷撞。咱咧讲，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里，迄个地，敢有包括我？敢有包括你？咱特别来思考这个代志。了，上帝亲自伫异象中来甲保罗讲。上帝选一个马其顿人，就是今仔日的欧洲迄个所在的人，了对伊讲，请你来帮助阮。所以伫暗暝异象中，无定就是保罗咧困，或者是怎样，总是呢，迄个异象保罗看了真清楚，伊就甲这同工讲，安尼上帝有显这个异象，互我看到，所以因三甲做伙，就同齐讲。掠因认定，因知影，圣经所讲的，就以为掠准。这个翻了另外一个更较准的翻译是，因就清楚知影，上帝爱愿去马其顿的所在来帮助因，所以因就带因去。了圣经讲到了迄个所在。因到着一个祈祷的所在，亲爱兄弟姊妹，迄个祈祷的所在，圣经讲迄是一个祈祷的所在，是一个属灵的地标。今仔日，咱伫这个地面上，人来问讲，啊恁永福路有啥物大目标？有啊，星光三月，啊，搁有倒位啊？有烟波，啊，搁倒位啊？啊，搁有捐血中心对，啊，搁有南英啊。讲来讲去，佫有一间上界大间迄间啊，安乐圣教会啊，有啥？迄就是叫做属灵的地标。圣经讲，因去到一个祈祷的所在，圣灵引带因去到迄个所在。耶稣基督嘛是安尼甲咱讲啊，恁若出去传福音的时阵，你就到一个新的所在，恁就伫迄个所在探听。有倒一个人，伊是听上帝，恁就去到迄个所在，踮伫因兜，迄是一个属灵的地标。上帝的亲自来引带你进入到伫迄个所在。了，迄个所在是圣灵临在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寡只福音人同齐做伙伫遐尼祈祷，真奇妙一项代志。犹太人因为因到伫路尾四线伫立邦。或者是因去到伫一个所在，伫外邦，无一定有遐济犹太人。那安尼10个家庭就会当组成一个小的会堂。因为伫迄个小的会堂内底，因会当三甲做伙伫遐同齐祈祷做礼拜。总是真奇妙，这10个家庭内底，圣经确实伫这个所在讲，伫遐呢有一寡查甫人同齐做伙祈祷，对无？这个点头。来看圣经讲啥？圣经讲，
伫迄个所在有一寡富人人伫遐祈祷，来甲咱身边的富人人讲，感谢有你，甲伊讲。亲爱兄弟姊妹，我毋知影查甫人是毋是拢去无用啦吼。总是看起来介成嘛，毋是安尼呢？因为迄个所在有一个人咧卖布匹的，即个卖布匹的富人人，伊伫迄个所在，带着遮兄弟姊妹做祈祷。真侪解经家讲，律底亚是一个好野人，但是实际上最近有另外一个解说讲，迄个时阵卖紫色布匹的人，无一定是好野人，因为紫色的布匹有两种所在，第一就是伊的紫色迄个原料爱去山内斗底找到，另外一个来源是对海内底去摕起来，所以因伫迄款情景内底，除非律底亚伊是一个真好野的人，但是看起来的时阵，介成毋是安尼，所以伫迄个所在，伊可能是一个送香的人。但是无论是好野善，圣经讲怎样？讲伫迄个时阵，当保罗讲道的时阵，圣灵开启律底亚的心，互伊听会明白。伊过去的时阵伫犹太教，但是今仔日听保罗对伊所讲的话，伊就认捌耶稣基督，就是犹太教内底应允迄一位弥赛亚，所以伊就起来接受洗礼，伊全家归向基督，迎接基督带伫伊的心内底。信仰内底，咱袂当干那有旧约的上帝，咱一定爱有新约的耶稣基督，嘛袂当干那有新约的耶稣基督。咱若只有新约的耶稣基督，安尼，咱就是雄雄造出来的基督教。但是旧约甲新约连做伙的时阵，咱就会了解，对起头上帝就已经有应允要拯救咱，所以咱对新约内底看见旧约的预言，对旧约预言来看到新约上帝所预言的成就伫咱当中，迄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完整的救恩。所以圣灵临在伫其中了，迄个所在是圣灵会当动工的所在。亲爱兄弟姊妹，咱有定伫3月份的时阵，希望咱的祈祷会会当恢复实体的聚会。咱即摆真侪人愈来愈无用，伫这个世代就是一直甲咱无用。总是咱求上帝帮助咱。明仔载开始，全部人都拢会当自由，看是要挂喙暗啊，无挂喙暗。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对着过去的惊吓，咱会通进入到伫上帝所赏赐永远的平安内底。圣灵会当动工，圣灵会当临在三角徛起，会当互安乐圣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地标，是因为有一群人伫迄个所在祈祷，有一群人伫迄个所在服侍上帝，迄个所在会成做灵界内底所认定属灵的地标，上帝能力同在的所在，含圣灵都会当认出来。所以，你的祈祷
对着教会何等的重要，你的服侍对着教会何等的重要。第二部分，上帝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会禁止黑暗的权势，伫迄个所在耀武扬威，伫迄个所在无毛加加大家。咱看到今仔日有一寡基督徒，听到讲吼，人个庙里安怎？我足后安怎样啊？最近的时阵擎天宫超级小粉红，神明叫讲出来，伫个所在咧示警的时，有一寡人含基督徒嘛会讲，迄迷信的啦，亲爱兄弟姊妹，有诶时阵咱想过头。甲即个代志看做凊彩，迄迷信的，无毋对，迄迷信的，但是是安怎因会迷？圣经内底，耶稣有赶过鬼无？耶稣基督有赶过鬼哦，甚至迄个鬼是一个两个吗？圣经讲是一群，甚至附伫猪仔的身上，因为猪仔有2000只呢。亲爱兄弟姊妹，咱会了解这样代志无？对乌来圣教会来兄弟姊妹，大部分拢会知影这样代志。乌来圣教会之所以建立起来，是因为乌狗精事件。所以你了解迄真济灵界内底的代志，咱毋是凊彩一句话讲迄迷信的，伊就是因为有能力会限制人的心，有一寡能力会显现出来，所以人才会迷，敢毋是？总是咱爱斟酌注意这样代志。当圣经伫这个所在讲，迄个乌鬼惊巫术。迄个妇人人，伊伫迄个所在，互巫术的灵伫伊的身上附身，所以伊的主人伫迄个所在啊，就对伊所以即个妇人人啊，惊巫术的时阵，你知影，真济人就是精神无够偌好势，精神病的人真容易互鬼附掉咧，真容易互鬼附身。总是呢，因为伊精神病，所以真济时阵，伊会互赶出因兜，伊会变做一个流浪的人。那么，这个主人甲这个妇人人收起来，互伊食，互伊穿，互伊用。但是实际上，这个主人是利用这个精神病的人。或者是讲，互这个巫术的鬼附掉的人，伊会当伫迄个所在讲一寡预言，讲一寡遮的代志，讲一寡遐的代志。但是得到财利的人是啥物人？是这个主人哦。所以其实这个主人毋是真正咧疼惜这个心灵软弱的妇女，伊只不过是利用这个人的软弱。来成做伊家己多无利益的工具。当保罗伫迄个所在传福音的时阵，伫遐呢，保罗伊一时的，其实伊嘛无一定爱处理这个代志，但是迄个巫术的鬼，就一直伫保罗的身边，伫因遮的人即群宣教队的身边讲，遮的人因是。永远活上帝的奴仆，对恁传讲救人的道理，一天、逐天、2天、3天，逐天伫迄个所在念。了的时阵你来看讲若中间遐伫我伫头前的时阵，我甲中间遐做伙出门，我就甲伊讲讲有遐我讲中间遐伊是即个民主餐厅的头家了后我佫拄着人讲中间遐是民主餐厅的头家我拄着啥物人，我就甲伊讲中间遐是民主餐厅的头家。
中间你也烦袂？我随时拄到人，我就开始甲你讲，我就开始讲，一直讲到，你看会烦袂？并且即款的情景内底吼，你知影圣经内底对着咱提醒，上帝伫天顶，人伫地面上啊，所以咱的言语爱真准。圣经讲，你的言语爱少，迄个少的意思是讲爱准，话爱讲互真准。但是这个准是爱讲互伊诚实，互伊真。但是这人伊伫迄个所在呢，保罗的亚烦，即句话意思是讲，这个代志不但是互保罗亚烦，别人安怎听了嘛足烦的、足神的。你若逐工哦，我若拄着工有影讲，我若工有我讲哦，迄中间还是民主餐厅的头家，我逐工拢安尼甲你讲，你看你会神还袂神？所以因为伊安尼讲，互真侪人对着即个原本应该保罗会当去传讲福音的，但是变做互人因为安尼起反感。所以保罗到一个程度的时阵，伊毋是礼骂即个富人人哦。即咱斟酌看圣经是讲啥？伊就对着迄个巫术的鬼讲，对即个富人人的心就出来。亲爱兄弟姊妹，迄个重点，毋是鬼出来。迄个重点是啥？富人人对迄一天开始受偷放，对这个时阵伊所讲的话，就会真。对这个时阵，伊的生命带来一个更新，圣灵的能力、圣洁的秩序，是对这开始。有一寡属灵的话讲起来真好听，但是迄个话或者言不由衷啊，凊彩讲讲安尼啊。但是对这个时阵开始，这个富人人会当开始讲真实伫伊内面要讲的话，伊的生命互上帝甲伊更新，伊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黑暗权势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圣灵会当摧毁黑暗权势的家暴。有上帝互咱会当明白，圣灵的溃烂，毋是敢若显明伫保罗的身上。今仔日，咱若真做亲像保罗、甲上帝、甲基督、甲圣灵三甲连结的学生门徒，保罗会当做的。你嘛会当做，总是这样代志看起来真阳光，敢毋是？是一个好代志。毋过这个时阵，你看遐个人伊安怎样讲？迄个人伊讲，伫遮呢，因已经看到一样代志，讲啊，伫遮呢讲啊，因着伫遐呢讲，输入看到啊，得到财利的5万无啊，就扣掉保罗甲西列，诱因到。大街路去，市场吼，就是迄个城门口啦，就是咧审判的所在，去见首领，又去传到官长面前讲，这个人原是犹太人，竟然扰乱咱的城，传咱罗马人袂当收、袂当讲的规矩，众人就同齐起来攻击因，官长就吩咐人剥了因的衣裳，用棍仔甲因讲了真济棍，就将因落伫监狱内底，了后伫迄个所在严严固守因。亲爱兄弟姊妹，咱会通看见这样代志。伫遮呢，因三甲做伙，当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伫迄个所在，因又搁伫遐呢，甲人，互伊重新恢复生命的开始甲美好。但是这好的代志，有的时阵，既得利益的人，无一定会放手。偌尼济时阵，人的好业是结果伫罪恶的内面，
所以当这人因伫个所在讲，因是犹太人，但是因来扰乱咱的城，透扰乱因的城。干那一项代志尔，只不过是啥？只不过就是互伊迄个富人人的性命改变过来，了伊的利益安怎无去啊？伊就讲啥？伊来扰乱咱的城，有无？哦，所以咱会通看到，古早人讲一句话啊，若要讲一个人的罪，凊彩讲嘛一大堆。所以咱看见保罗虽然伫即款情景内底，总是因伫迄个所在，互人关咧，互人掠，互讲互关，搁安那，搁互人的手甲骹，互人上目狗，甲伊锁掉咧，无地走。当咱面对这个代志的时阵，会安怎？我伫迄个所在想讲，我若传福音互传到安尼，哦，传福音传到这个地步。上帝，我敢要搁爱传福音。有一年吼，我去中国大陆，了去中国大陆的时阵吼，了，当要过海关的时阵啊，海关就无法过。就怎讲？你有这了立身哦？我讲嘿，我想讲，北京竟然有人熟悉我呢，佫是海关的所在就熟悉我呢。伊就讲你入来，我迄个时阵开始吼，心肝就踹一下讲。即声吼是要用扣去啊，是无？所以就入去，了后就讲，你最近即几年定来阮遮哦，你是来创啥？我就甲伊讲无啦，我就来探亲啊，吼，来找朋友佚佗啊，有做生意啊，哦，我无讲白菜，我只是两字无讲，我来做熟龄的生意尔，所以我就伫个所在讲，伊讲，好，较细腻的哈，毋好。阮即马最近吼有较迄落会注意吼一寡定入来的人，但是吼你无啥物不良的记录，但是阮有咧注意你。亲爱兄弟姊妹，有诶时阵吼，一个国家因伫个所在，或者是一个城市，因会无欢迎你，无欢迎我。检在你所做的是好诶代志，但是检在会去威胁到因，所以因就会袂欢喜。当咱伫上帝面前为这个代志来付出心神溃力的时阵，无一定大人拢会欢喜。总是伫这当中，咱通看见保罗因面对这个代志，因毋是退后，因毋是艰苦，因毋是怨气，因毋是甲上帝讲哪会变安尼。咱接着看，讲半暝啊，保罗甲西拉因祈祷、唱歌学了上帝。哦，所有这囚犯嘛，拢暗耳咧听呢。咱互关去，关伫家内底，咱敢会安尼？特别是啥？是冤家呢？我也无做啥物歹代志，结果互关起来呢？哦，那我吼，我一定会讲，哪遮衰？上帝也无甲保护，也无甲照顾。哦，所以真济代志，我会当有100个理由来埋怨上帝。总是这个事件内底，互咱学习的看到啥货？保罗因伫咧所在，因的学了，因唱诗歌，我相信因毋是别人甲因教，毋是别人甲因教讲哦。我甲你讲，你后界的时阵哦，若拄着这个代志哦，你伫家内底，就爱学了，就爱唱歌，就爱祈祷上帝。毋是，迄个时阵抑阁无互人关入去，就干因拢关入去哦。所以因为因来到一个新的所在，当因伫迄个所在互关入去的时阵。因伫遐吟诗学了，迄是一个新的行动、新的做法，一定是对因心内底所发出来。因相信上帝有美好的旨意，所以因就安尼做。当伊安尼做的时阵，圣经讲啥样？忽然间地大震动啊！亲爱兄弟姊妹，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地动无一定拢是歹代志，甲伊讲。我毋是讲苏里亚土耳其的地动毋是好代志哦，毋是歹代志哦，无毋对迄事。但是，咱爱斟酌，当地震动的时阵，特别伫即一届地动内底，圣经讲怎样？
圣经讲，上帝改变了代志。迄个地动内底，我相信，检在伊是局部的地动，因为有天灾临到迄个所在，天军临到迄个所在，所以地大震动，目睭开开，所以遐少年拢总转去，毋是干那保罗甲西拉无，是所有的囚犯。互关起来，遐犯人，因的目睭，因的体链啊，拢总断开。一般罗马人咧关犯人的时阵，重罪的啦，重罪的才会用体链啊，甲伊链好调啦。但是咱有斟酌注意看无？当这犯人。囚犯，互人甲伊关掉的时阵，甲伊绑掉的时阵，链啊拢总透开去啊，断去啊。了，你知影看这当中，黑暗的权势伫迄个所在要来掠伊，但是伫冤狱当中来敬拜。当伊伫迄个所在敬拜的时阵，带来大能力，这个人拢总要走，总是保罗掠啥？当迄个时阵，咱注意看，这代志，迄个背景是sek书，若是这犯人拢总走去，安尼顾家国的人，伊必须要将家己的命来代替遐犯罪的人逃脱的命，就是伊的性命爱替遐犯人来受死。总是伫即款情景内底，保罗做啥物代志？保罗圣灵才着保罗生发影响力，相反对保罗圣灵。伫保罗伫遐尼降服圣灵的引带，对圣灵的敬拜，保罗得到一个能力甲权柄。圣经讲啥？正犯人嘛拢听保罗甲西拉因的唱歌。迄个听坛内底绝对毋是干那听因唱歌尔，迄个听坛内底咧讲的这样代志是含因的活命，因拢愿意交代伫保罗的身上。保罗真做犯人内底的头，亲爱兄弟姊妹，看起来是一个真混乱的局面，看起来是一个原本非常受冤屈的场面，但是保罗无迄个冤屈混乱的场面变做混乱冤屈，保罗伫迄个所在顺探圣灵的引带。宣告上帝能力的同在，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因伫遐会当敬拜。虽然伫混乱、伫冤枉的内底，因会当伫迄个所在敬拜，因会当伫迄个所在服侍。因无混乱的世界来混乱因的心，因伫混乱的世界内底，有缘对着上帝有正确正直的敬拜。当这款敬拜出来的时阵，生发出一个快乐甲权柄，迄就是圣灵的同在，和所有的这犯人拢会听因的话。亲爱的同工兄弟姊妹，如果今仔日咱伫上帝听内底，咱会通真明白上帝的作为，安尼咱是毋是会当伫咱混乱的人生内面，咱犹原亲像保罗甲西拉。对着上帝的敬拜，犹原是完全的，是完整的，是美好的。你试看卖，上帝伫你的身上会带来何等的权柄甲祝福。伫这当中，虽然是冤狱，却是带来约出因一家的救恩啊！亲爱兄弟，16章内底短短的一章，确实。伫上界混乱内底的情景，伫上帝的禁止内底，有2个家庭得到救，你有看到无？这是伫使徒行传内底真罕见的所在。伫上帝禁止内面，互2个家庭来得到救，并且这相反，这犯人。伊也伫迄个所在听见保罗甲西拉，我相信因也伫迄个所在，对
对着因的目睭开开，因的体能啊断去，因无逃走这样代志，咱会当看见上帝透过保罗伫因的心上显明了一个新的秩序、新的权柄，毋是因为互人拔掉咧，是因为因虽然已经互透开啊，但是因犹原抑个活伫律法的内面。活伫受管理、家己管理家己的能力甲权柄内底，咱有看到迄个改变过来无？这是圣灵的工作。求主帮助咱。圣经讲，咱若体贴圣灵，咱就会得到平安甲活命；咱若顺趁圣灵，就会对着圣灵受处永远活。圣灵的引带无一定拢会互咱感觉舒适，但是圣灵的引带一定会互咱得胜、得荣耀、得生命。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得胜、得荣耀、得生命。甲伊讲，人真自然会照着过去的习惯、想法来做规划甲拍算决定，但耶稣基督的灵却是爱咱，定定甲伊相连。圣灵的引带，毋是互你有借口来逃避问题甲代志，乃是互你有能力去面对问题，并且要互你真做会当互上帝所录用的器具。这才是圣灵的引带，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并毋是讲咱人爱放掉咱家己所有的定着。甲咱的意爱，乃是讲咱爱顺着圣灵的引带，无定着伊禁止，无定着伊甲咱讲迄个方向。无论安怎样，真侪时阵咱所做的决定，其实嘛甲圣灵是安怎共款的呢？所以咱是咧求，互咱的决定会愈来愈侪甲圣灵共款、共方向、共心意，毋是叫咱爱放杀咱家己。乃是互咱愈来愈甲上帝圣灵三甲做伙，伫圣灵的约束甲限制当中来行动，安尼咱一定会经历甲主同得侍奉的果效，并且咱有更较新的德性。但愿上帝赐恩伫咱，互咱对着年日的经过，经历上帝愈来愈侪、愈新的恩典、德性。得荣耀，得活命，三甲额头来祈祷。主，阮仰望你的听，亲爱圣灵，恳求搁再一届，临到阮，帮助阮。主，你的圣灵伫倒位？倒位会当接纳你？主，你讲倒位就有自由，倒位就有新的丰富、新的恩典要产生。亲爱的天父啊，亲爱的圣灵啊，亲爱主耶稣基督的灵，恳求来到阮当中，陪伴阮、引带阮，来炼净阮，互阮愈来愈踏进你的心意，就亲像基督伫这个地面上，定定祈祷，定定甲主你接连。就伫活命内底，愈来愈会当有对圣灵来的能力、权柄彰显伫阮每一日的生活内底，互阮凡事顺趁圣灵，互阮凡事靠圣灵得胜、得生命、得荣光。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是无？咱今日就感谢主所赏赐予咱的亲爱兄弟姊妹，经历圣灵的同在，然后咱伫奉献的事上，咱三甲做伙用心。虽然伫这个世代内底，看起来
通货膨胀对咱有真侪的影响，看起来钱哪来哪报，但是请咱会记得，圣经应允咱，咱若是献得甘心，是上帝所欢喜的。圣经又搁提醒咱，毋是倚靠金钱，乃是倚靠迄一位赏赐百项米，互咱路用的主上帝。所以，互咱用着敬虔的心，伫主的面前来奉献。伫线顶的兄弟姊妹，也有缘诚心邀请，互咱定定会记哩，上帝尊留咱的活命，赐恩伫咱的家庭。直到如今，咱用感恩回应上帝的听谈，用奉献来敬拜上帝。咱三甲做起立来吟诗歌，来敬拜，来奉献。我要踮你殿中，马勒敬拜称谢，所生你恩典，笑念你的主爱，述说你的荣光，敬拜高迎我，耶稣。踮你殿中一日，他领百位情人，心何等甘甜。仰望你的容面，听叹你的声音，活伫主内面，耶稣，耶稣。愿迄一位感动人的圣灵，引带人的圣灵，也是伫人的心中显明上帝的圣灵，亲自伫你的生活当中陪伴你、引带你、赐恩典予你，予你会通伫一切的事上敏感伫上帝圣灵的引带，叫你手中所做的工课满有公义正直，并且伫你所行的路上充满光明的引带，互你会年日伫圣灵的同在内面，顺叹圣灵收取永远话，顺叹圣灵进入上帝创造你的目的甲荣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第一堂聚会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亲爱兄弟姊妹，伫外口迄个所在有咧卖草莓的材啊，所以说你若伫这个圣工上。